也佇咧台東即個金針花哦開始大開呀，是吸引袂少人上山看花。不過舊年即個金針山是去互風災送轉去，有的路即嘛是抑閣咧修理，也山路呢嘛是無看，所以鄉公所有實施交通管制，提醒咱的遊客着愛配合，較袂講啊，車踏佇咧山區去影響到看花的心情。海拔1300多公尺的太麻里金針山區，這馬金黃色的金針花已經開始規片攏開花，真儕遊客來遮享受觀山的清涼，正挖根看美麗的金針花海。這馬是懸海拔的金針花盛開，較低海拔的金針花開花期是8月底到10月初。這邊有比較盛，還有那個雙乳峰那邊，我們去那邊也有盛開。當地種金針的農民講，逐工攏有上百台車去哩山頂看花，不過金針山的路，今年甲舊年因為風災損害，抑閣佇咧修理。公所甲當地職工攏會協助管制甲疏散車流，這邊上濟放14台車入去停車空間較細景點，也提醒遊客莫佇咧山區行電子地圖導航，較袂行無路。今年在忘憂谷那一段那個道路因為有在施工，我們觀光區、花區都有，我們現在都有交管人員設置在那邊，會引導各位做那個上山的路線。在這馬金針山交通管制，自秀峰頂到中正等是單向，大台車也袂使入去。不過公所逐工攏會擺4幫，總共8台9人座的賞花遊艇專車，後面將付錢預約坐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